所以当时在台湾的民间社会也有很多的艺旦进行了录音。其实在100年前，女性的地位基本上，尤其在职场里面是更不容易的，你是没有办法受教育的。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，一些小女生就被卖到所谓的艺旦间。100年前的这些艺旦们，她们都是训练有素，所以她们每一天见到人的时候，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，永远都是最漂亮、谈吐得宜的。其实到了某一个年纪呢，她其实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当艺妓，她可能会去当妾，也有可能她就从良。江山楼音乐楼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艺旦跑去录音，风月报也好，369小报也好，就告诉你这个艺旦它长得怎么样，它有什么样的特色，里面呢都会有很多的照片。对当时的人们来讲呢，他们可以从报纸里面看到预兆，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，当时的唱片公司很喜欢强调所谓的本岛，因为林泰威老师想说什么？订阅点亮大稻埕频道。